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朵洛莉絲漢南用咗大半生嘅時間研究死亡，但係佢最後嘅結論從來都唔係關於死亡，而係關於生命。生死之間嘅每一頁，表面上係講緊死後世界，但係實際上係問緊一個更根本嘅問題。知道咗呢啲真相之後，我哋應該點樣生活呢？書入面不同個案嘅高我都一致咁指向同一點：地球係一個密度極高、考驗極大嘅試煉場。我哋嚟到呢度，真正嘅意義從來都唔係要達到某種輝煌嘅成就，而係去體驗、去學習，同埋無條件去愛。喺地球上嘅每一滴眼淚，每一次跌倒，同每一次喺絕望中企返起身，全部都會轉化成我哋靈魂最珍貴、最閃耀嘅成長養分。如果知道生命係一場自己精心挑選嘅旅程，我哋就更應該好好享受同全然咁活好每一日。到最後，冇神明嘅審判，只有自己靈魂嘅坦白。事實係，宇宙希望我哋可以用創造者嘅心態去面對生活。問下自己，想寫一個點樣嘅故事，留俾未來嘅自己去回顧呢？我哋嚟到呢個世界，唔需要追求完美，我哋係要喺重重嘅限制之中，活出最真實、最勇敢嘅自己，腳踏實地咁活好每一日，感受當中嘅美好，同時好好感恩每一份喺地球上滋養我哋靈魂嘅珍貴養分。我哋只需要做最真實嘅自己。喺返屋企之前，請好好享受呢趟旅程。